歡迎大家翻到嚟呢個聯邦大選分析嘅系列。咁我呢係 Edward， 係我係 Philly。我哋今日講一個咩題目呢？今次講呢個題目呢，就我諗係上一屆國會呢，因為解散前呢曾經討論過嘅一啲嘅話題，但係呢就因為未完成任何立法程序嘅，所以就應該係嚟緊呢次新嘅國會裏邊呢，如果有人再提出嘅話，就可能會先再討論嘅，一啲比較冷門一啲嘅題目啦，好唔好？呢一個呢就唔係一個好熱門嘅大選議題嚟嘅，不過可能呢都值得特別喺我哋一個咁樣嘅環境社群裏邊提出嚟。講緊嘅係乜嘢呢？其實就喺應該係上年嘅12月啦，嗰一個嘅 Pre-Budget Consultation 裏邊呢，咁啊就有一籃子嘅建議 recommendation。咁其中有兩項呢，我又想攞出嚟呢俾大家留意下嘅。第一項呢，就係呢個 recommendation 429啦，佢講緊咩嘢呢？就係唔再為一啲有非牟利或者嘅慈善組織嘅身份嘅團體，但係如果係反對呢一個墮胎嘅話呢，就唔再嚟到去提供呢個款項一啲嘅撥款俾佢啦。咁呢個提案呢，如果我嘅理解冇錯，就係因為主要真係同個墮胎嘅合法化呢個問題有關啦。咁但係嗰個墮胎問題，我哋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定案，點解會拎出嚟要特別提出嚟討論呢？你覺得？我諗呢個其實亦都唔係一啲好新嘅嘢嚟嘅嚇，即係之前咧已經試過有某些嘅項目，如果你嗰一個嘅組織本身係唔贊成呢一個嘅墮胎嘅話咧，咁可能你就唔可以嚟到去申請嗰一個分定，或者你申請咗都唔會批你啦咁樣樣。我諗呢個咧其實點解會大家會可以嚟到去留意咧？就係講緊最單到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呢一個言論同埋立場嘅自由啦，即係究竟喺一個所謂嘅道德議題上邊有相當嘅爭議性，但係唔係用一個唔俾人哋嚟到去有討論嘅方法，因為我哋仍然係保留某些討論空間呢？又或者有一啲嘅慈善組織呢，佢就話：咦，咁唔弊啦，咁我呢個慈善組織呢，其實係想幫嗰一啲人唔好墮胎嘅，即係可能咧想嚟到去幫助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幫助一啲嘅單親媽媽嚟到去經歷佢嗰一個嘅困難，而鼓勵嗰個目標就係話我哋都可以嚟到去支援你將個小朋友生落嚟喎。咁如果我係一個咁樣嘅非牟利嘅組織嘅時候，我又如何配合到一個咁樣嘅要求呢？如果配合唔到嘅時候，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啲非牟利組織好多時候嗰一個嘅資金都好緊絀㗎。如果冇咗政府嗰一個補助嘅時候呢，自己仲要再去籌款嘅時候呢，可能對於嗰個嘅組織嘅運作係會成問題。咁 end up 會係啲咩人受損呢？可能係一啲有需要幫助嘅單親母親，或者係有一啲咧可能係話我唔想嚟到去墮胎啦，咁我想嚟到去將個小朋友生落嚟，我可以點樣嚟到去處理呢？咁係有啲人呢係可能係具體地真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一個嘅 recommendation 429呢，你如果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嚟到去睇呢，都係值得斟酌嘅。咁我就明白啦。不過呢，就我諗佢另一個recommendation 可能會更具爭議性，可能影響比較多人啲，係咪呢？就係嗰個430嗰個 recommendation。係啦，嗱430嗰一個呢，某個程度上嚟講呢，可能一般人覺得個爭議性冇咁大，但係如果對於教會相關嘅組織呢，就會影響大啲嘅啦。我試下講一講先。嗱，嗰一條基本上呢，就係話，因為喺而家有一啲嘅當你去申請非牟利嘅時候呢，你有唔同嘅身份嘅，唔同嘅criteria， 唔同嘅 status 嘅。其中一個 status 呢，就係 advancement of religion。簡單嚟講呢，就係你有啲可能係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啦，有啲係 advancement of 一啲唔同嘅嘢。其中一樣嘢就話你嚟到去繼續推進嚟到去發展你嗰一個嘅宗教信仰，呢個呢，其中都係一個嘅理由嚟㗎。但係呢一個嘅430呢，就開始就話我哋可能會唔會嚟到去喺呢方面嚟到去着手改咗佢嚇？咁佢影響就係呢，可能好多嘅宗教團體，佢如果佢嗰個主要佢嗰一個嘅
成為呢個非牟利組織或者一個嘅慈惠組織嗰個嘅身份，就係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嘅時候咧，可能佢突然之間就冇咗嗰一個退稅嘅優惠啦。係啊，咁我都睇過嗰個建議嘅內容咧，就有啲奇怪，因為點解會最初我哋會有呢個推動宗教信仰呢個可以攞到個稅務優惠？咁所以咧，我就會研究下睇下知。因為我哋加拿大嘅法例係源於英國嘅，應該個英國本身嚟講係一個比較重視一個基督信仰嘅國家啦。或者歷史上係即係嗰個 make a long story short，因為你以前你就係一個咁樣嘅淵源啊嘛。咁所以嚟如果追翻上轉頭嘅時候咧，一個類似咁樣嘅法例嚟到俾教會有一個嘅稅務嘅優惠咧，去翻去1601年嘅英國㗎啦。咁你想象就唔係淨係英國咁簡單，仲要係嗰陣時嘅英國添咁樣樣。咁然之後加拿大到我哋立國嘅時候咧，喺我哋嗰一個1867年嗰一個嘅 Constitution Act 裏邊咧，我哋亦都係擺埋呢一樣嘢落去嘅。咁當然啦，點解我頭先就係話啊？有啲人會覺得429嗰一個 recommendation 咧爭議性大啲喎。頭先我所講話會唔會影響言論自由啊？或者會唔會嚟到去有一啲嘅人好具體受害啊咁樣樣？咁但係430咧，有啲人咧就比較多就其實都 OK 啊，都合理啊。點解呢？因為我哋個社會已經唔同咗啦嘛。點解我哋特別要嚟到去俾一啲宗教團體、一啲嘅宗教組織要嚟到去有呢個稅務優惠呢？係啊，咁其實呢，我睇過一個調查呢，就係2022年做嘅呢。其實訪問嘅人呢，裏邊呢有37%認為呢呢個機制係冇問題，而認為呢個機制可以改嘅，即係35%，即係差唔多係差唔多個，係啊，5波嘅啫，其實係。係，因為其實嗰個難搞嘅地方係啲乜嘢嘢咧？認為係應該修改呢一樣嘢嘅原因咧，就係話當我哋咁樣俾 exemption 嘅時候咧，每年即係2019年有一個嘅報告咧，就話咧每年咧係加拿大少收咗30億元嘅，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稅務優惠。哇！點解我要特別有啲人係去 advance religion， 以至到我要嚟到去加拿大少收咗咁多嘅收益咧？嗱，咁呢個就好多時係嗰個嘅反對嘅原因。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咧，都唔係喎，因為有一樣嘢叫做 Halo Effect。Halo Effect 簡單嚟講就係話咧，一啲宗教嘅組織，話教會又好，或者好似一個咁樣嘅 parachurch 嘅組織又好，佢唔係冇功能嘅喎，佢係有功能嘅喎，就係因為咧，如果可能係一啲嘅慈惠工作，呢啲嘅教會會嚟到去做啦，去推動啦，又或者似乎有啲嘅數字都反映就係，如果嗰啲人係譬如咧，有返教會嘅，佢哋會去做義工嗰個比例高啲嘅喎，又或者咧佢嗰個嘅家庭問題可能相對地係少啲嘅喎。如果咁樣嘅時候，即係話個社會整體咧，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係慳咗錢嘅喎。係啊，呢個社會界外成本咧好難界定嘅，因為所以最大問題就係呢個我哋唔可以量化呢個宗教團體喺呢個社會所擔任呢個角色咧，所產生嘅效益有幾大？因為我哋唔可以用績效計分法，咩 KPI 咁樣去計算呢啲嘅成績。咁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麻煩，就係咧變咗有啲人覺得，既然啲稅收少咗嘅話，如果咁樣慳，可以去多翻啲稅收嘅話，佢呢個國家咪有何樂而不為咧？咁呢個就點解產生咁多人會，即係起碼30幾嘅人會話咁改啊，冇問題啦，對佢哋嚟講。係啦，其實我諗呢個咧都值得我哋大家嚟到去留意，或者嚟到去反省嘅。因為首先當我哋講到話呢一個嘅advancement of religion 嘅時候，好明顯就唔係淨係講緊基督教信仰啦，就其他唔同嘅宗教信仰啦。咁可能你喺一個已經係一個好世俗化嘅社會就會揾啦。OK 基督教信仰我知道嗰個歷史淵源係啲咩原因，但係其他嘅宗教信仰即係點解要因為佢哋繼續喺呢度嚟到去推動，而我要俾個 exemption 俾佢咧咁樣樣，咁就會成為一個咁樣樣嘅問題啦。所以我就會話咧，有兩方面我哋要留意。第一方面咧，呢一個咧就係好明顯係我哋嗰個所謂嘅人口結構係改變緊，係我哋成個 demographic 嚟到去改變緊。究竟慢慢改變落去嘅時候，大家對嗰個宗教信仰嘅睇法，又或者嗰一個同加拿大歷史比較係有一個相關性嘅基督教信仰嗰一個嘅比例越嚟越少嘅時候，大家仲點樣睇乜嘢係宗教？仲係唔係
我哋所認識嗰個所謂嘅宗教對呢一個嘅社會有帶嚟過一啲嘅功能，抑或可能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咧？呢個係同個 demographic 嚟睇。咁第二樣嘢其實亦都係值得去諗嘅，因為以前咧即係好多年前咧，即係頭先講16唔知幾多年嚇，即係當你一路去睇個歷史嘅時候咧，當嗰陣時候咧。社會係冇咁多慈惠工作嘅，的而且確有好多需要嚟到去幫助人嘅嗰一啲嘅事務咧，嗰一啲所謂嘅慈善工作咧，政府唔一定會俾錢嚟到去做。咁當政府唔俾錢嚟到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就冇咁多嗰啲組織、嗰啲嘅機構㗎啦。咁但係而家個社會真係唔同咗嘛，而家有好多非牟利組織，然之後政府本身亦都加拿大係一個好着重福利嘅一個嘅社會。當係咁樣嘅時候，大家就照轉頭 question 翻啦咁究竟你嗰一個嘅一啲嘅宗教團體，你嗰一啲嘅會堂、一啲教會，你個社會功能係咩嘢咧？即係就算你有社會功能都好，係唔係 justify？於是乎你唔再需要交稅，又或者甚至乎你個物業你都有免稅嘅，係啦。因為有啲人嗰個嘅 argument 就係話嗱，有2棟物業喺度即係呢一棟同呢一棟咁樣樣，呢一棟係一個嘅會堂咁樣樣，咁佢就完全免稅啦。但係可能隔離嗰棟物業咧，佢係有10個非牟利組織喺嗰度運作緊嘅噃，咁但係嗰個 owner of 嗰個 building 咧，就仍然要照樣嚟到交咁多稅。咁有啲人就話啦，點解會係咁樣樣咧？好似唔係好公平喎。咁所以亦都係我哋要諗就係話咧，跟住落嚟究竟一啲所謂嘅宗教組織，一啲嘅團體點樣繼續嚟到去睇翻喺個社會裏邊，我哋嘅功能係啲咩嘢即係唔係嗰啲嘅慈惠上同社會接駁嗰啲嘅功能，我哋係咪應該要嚟到去強調翻，俾人哋睇到就原來我哋嗰個宗教信仰嘅價值係真係能夠喺社會裏邊帶嚟一個好正面、好具體嘅一個影響。如果唔係嘅話咧，隨住頭先講嘅第一樣嘢，個 demographic 不斷改變嘅時候咧，你可以想像喺呢一方面嘅挑戰係會越嚟越大㗎。我絕對贊成嘅，我都希望咧，即係其實大家作為一個選民嘅時候咧，今次你未必因為呢個話題覺得需要關注，但係問題就係咧，如果你喺個宗教團體裏邊嘅一份子嘅話，你都要考慮翻長遠嚟講，你係咪即係要諗一啲嘅方向，係令到你能夠喺呢方面能夠發展到更加多嘅一啲嘅能力咧？咁樣。係啊，其實本身呢個問題咧 itself 係好有意思嘅。當然啦，我哋要可能有啲人就唔得，我要嚟到去避免咁樣做避免咧嗰一個嘅法例嚟到去被修改。但係有陣時我哋一路咁樣嚟到好簡單傾下偈嚟到去解釋可能更加重要嘅時候，我哋重新問翻我哋自己即係我哋話我哋係在呢個世界嘅中心，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邊嚟到去做鹽做光，其實具體嘅意思係啲乜嘢嘢，以至到呢個社會亦都見到我哋係有一個好明顯有一個好明亮嘅功能啦。今集就差唔多啦，係咪啊？我哋可以即係休息下啦。